段情，葉童一年一部完全投入嘅電影。一個抉擇帶嚟一段半陽光半驟雨嘅婚姻，一次偶遇引發佢哋半醒半醉嘅愛情。流浪外國7年嘅盧冠廷，偏偏要翻嚟追求半段情，佢係咪真係咁糊塗呢？許冠英係拍檔兼老友，實行幫到底啊！彷彿似是歡樂，一個婚禮帶出佢哋嘅私情，也是冷漠。誰愛你？佢哋嘅愛情，只是明白，誰可將明天的佢哋嘅友情，究竟係苦抑或係甜呢？是甜是真，驟然是假，始終多幻變。一切如何辯證怎對應？世事何曾是絕對？半段情有最清新嘅題材，最現實嘅體驗。先途電影有限公司傾力創業巨製，半段情，一部清涼又扭文嘅愛情電影，本院即將隆重推出。